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3月18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要先来关心，这个月初的时阵，在台北发生一只彼得犬跳车，甲一个骑奥多摆的民众夹着伤。不过，才过无2礼拜尔，讲这只彼得犬昨昏搁伫路边降价。这2个去互狗夹着伤的民众，目前是暂时无要提告。也那台北市动保处讲，头一届发生的时阵无甲狗带走，是因为这个主人当初有答应会严格来看顾这只彼得犬。即嘛，搁一届出代志会加重处分。也那这2案计共拢总是罚20万，而且会甲这只狗带走。这台乌车伫咧停红灯时阵，车窗突然间摇来，有一只狗对内面跳菜，边仔骑奥多摆人惊到，奥多摆放的赶紧走，毋过这只狗一直立一直加，连主人来动拢无效。没关窗吗？还是窗户就自然就跳下去了。讲主人甲警察讲，本来车窗有关，毋过所互狗开开，骑奥多摆人脚头虎甲正腿拢受伤，毋过暂时无必改过。就把它咬了不放。我主人打了半天了，打了还不放了，靠着那个铁门没办法走路的状态。旁边有一个叫救护车，应该是车主，然后他车子就停在转角。代志发生伫咧台北市大安区奥良街，17早起8点外，这只比特狗突然间对车窗内面跳蚤咬人。不过伫11天前，伫台北市文山区也有发生比特狗咬人的代志，2边竟然拢是同一只狗。第一案我们其实就已经会罚3到9万，今天又发生了第2次，那会进行第2次的裁罚，第2次的查罚基准就是9到15万。有接获到议员关说吗？没有接到议员关说。动保处讲无议员来关税，第一件案件发生时阵无甲狗没入，是因为讲主人答应会甲狗管好好。不过即马第2遍对车窗内面跳蚤咬人，这边是随做裁处。本来2件案件分别是5万加9万块，总共罚14万，并且甲狗没收。要重新检讨，第2遍改做罚上悬的15万，总共是20万。希望借此警惕所有狗主人，若是攻击性宠物，应该要注意相关规定。另外，因为伫咧网络传讲，狗主人是挑工放狗咬人。狗主人的后生法律白话文的营运长齐淑蕊发表声明讲，对这件代志造成社会混淆甲不安，真抱歉。伊讲，除了因老爸以外，其他人拢无法度挖滚这只狗。伊若要安怎预防比特狗出现攻击的行为？动保团体讲，是攻击性的狗，白锁啊、挂嘴套是上基本的。开车载狗出门，门窗安全锁爱锁掉，狗主人就要加强相关的防护。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其他上新的消息来看，台中地方法院审理九州博药集团牵连跋筊甲洗钱的案件，昨昏裁定这个集团的总裁陈正国2亿交保，而且袂当甲共这案的被告甲证人有接触。因为陈正国伫咧2亿进前，若无装到这个交保的金额，为23开始会延长期限2个月。挂翠安双手靠手铐的查甫人，就是国内规模正大的九州博药集团总裁陈正国，因为涉及赌博、洗钱案件，经过台中地院审理，裁定2亿交保，拍破台中地院这几年交保金上悬的纪录。被告陈正谷于提出新台币2亿元之保证金后，准予停止羁押，并自停止羁押之日起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8月。陈正国自去年5月24被羁押到即马，要加10个月。迄当阵对检方指控的罪证全部拢否认。地方法院开第3遍羁押庭，认为其他被告被起诉的犯行，并不是指挥操作犯罪组织的角色。陈正国甲因串证的可能性无大，所以昨裁定交保。就其等答辩的方向已有厘清，与其等在侦查中的供述并无二致。于侦查中业经具结作证，降低串证的危险。被告如果能提出新台币2亿元的保证金来供担保，应该可以对被告产生相当程度的心理约束力。合议庭讲，虽然一个是有羁押的原因，不过考虑到陈正国的犯罪情节、所得、身份地位、身体状况，一个被扣押的财产，已经无羁押的必要。所以裁定2亿交保。交保期间，除了袂当甲共案的被告甲证人有任何联络，每拜3甲拜6的早起，也会到指定的派出所报到。不过2亿之前若无装到2亿的交保金，那咧23开始就会延长羁押2个月。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各位乡亲，咱做回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同款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本岛平地上低温是出现伫咧苗栗大河，干那8.9度。咱来看温度。
今仔日透早，气象署针对全台湾10个县市发布低温的特报，提醒伫台中以北甲宜兰的乡亲，温度会有持续10度，或者是甲10度以下，会记得要穿好少。另外，根据气象署最新的资料，下暝也有一波更较强的冷空气的入南，加上辐射降温的效应，明仔载甲后日半暝至透早这个时段，温度会比今仔日更较低。今仔日受到华南云系影响。花莲、台东、恒春半岛甲各地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雨，西半部甲宜兰透早可能会有沙巴雨，不过大部分日时拢是多云的天气。这两天啊天气是寒死死，这波低温按算会影响到拜三，也若到拜四、拜五的时阵会回温，到时温度差不多会到20度。不过早暗的温差也是真大，提醒大家都要注意温度的变化。树尾结前树挂未输也一定汤霜，拜日透早伫宜兰太平山总出现0度的低温。气象署表示，这波低温会持续影响到拜三、拜四、拜五日时温度会回温到20度左右。不过这两天受辐射冷却影响，也要特别注意早暗温差会较大。这个辐射冷却作用在20号、21号是最为明显的，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10度以下一个低温发生哦。所以也提醒大家，在这一段时间，除了清晨比较低以外，白天回温也比较多，日夜温差是相对比较大的。气象署表示，拜日因为华南云护区往东边煞，天气较高，东部地区甲西半部山区爱注意的落雨。拜三过天气就会渐渐转大。那到了19号，水汽是渐渐的从西往东移出去了，所以降雨的部分会逐渐限缩在东半部为主，西半部山区则是剩下一些零零星星的飘雨。那马上到了20号之后，环境是比较偏干的哦，只有在迎风面的花东、恒春半岛可能会有一些零星飘雨的。气象署讲，因为拜日水气是上高的，所以日市的回温较无明显，规工拢会感觉较寒。到拜三进前，各地3000公尺以上，各有东部、东北部2000公尺以上的关山，拢有可能会落雪。气象署讲，这几天一定要注意加套衫，避免感冒。到拜六礼拜天气才会较温暖。记者张家佳、谢桂玲台北报道。各位乡亲，刷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以政府采购法的规定，政府工程头一届公开招标，要3间以上合格的厂商才会当来开标，必须现在有流标的情形。行政院工程会主委陈金德昨会讲，按算要修法，甲爱3间厂商才会当开标的这个条件改掉。不过，调查的立委拢烦恼讲，安尼有可能会去用做手，就要有相关的配套。来看联合报，云云科技公司姓詹的董事长，甲姓杨的科技技术长抬死了后，伤害家己。伊出院了后，伊甲警方承认讲，这人是伊抬的。伊讲，因为不满这个技术长伫咧网络顶批评公司的决策，佫不爱甲文章删除。幸后警方以杀人罪甲伊移送，检方申请羁押禁见。过来看自由时报，北京文化总编辑复查。2023年的时阵，伫咧中国去互抓起来。最近有风声讲，伊去互秘密起诉。中国国台办回应讲，复查去互指控煽动分裂国家罪。2月17日时阵，已经伫咧上海一审公开审判，不过这判决的结果并无公开。陆委会就批评国台办，讲要公开来审判，煞是完全保密，未审就审判，讲啥物有充分保障诉讼的权利，这全拢是白贼，是空嘴无知。继续来看，中国讲有台湾资通电军甲因网络攻击，即卖因是锁定4个现役的人员，而且佫公布因的相片。因那资通电军这边是回应讲，中国是找网络顶的相片乌白道的。有专家就认为讲，中国挑工放这的消息是要反制罗总统发布的国安17条。另外，为着要因应解放军想要甲训练转做是战争的风险，连续5天即卖是进行备战的操演。CMD 装甲车一到金门大桥下边，官兵就真紧占领有利的所在，模仿共军用训练转做修建。金防部随出动兵力，严正防护作战能力。被称作小汉宫的国军立即作战操演，17开始连续进行5天。三军部队实兵实施关键基础设施防护这的操演科目，被看作是今年汉宫41号演习的卵身。
就伫国军操演时阵，强军的机弹也进行联合战备警巡。咱国防部17早起6点40分开始，陆续查到强军检查空军500只各型的主要甲辅助战机，以及无人机26架次出海活动。其中20架次超越大海中线，建立了北中西南甲东部空域。不过强军唔能安尼尔。针对台湾资通电军网络攻击渗透活动，国家安全机关严密监测。伫去年9月讲，对咱国防部资通电军3名现役人员入狱侦查了后，中国国安部即摆直接公布4个人的相片，其中一个人相片也穿咱国军的军服，讲是台湾的资通电军现役人员，包含身份证这个人资料拢被公布，也呛声讲查到资通电军伫用的几10个办公平台。中共截取网络公开图片，指鹿为马，无端拼凑指控，已经是国际社会公认最大的麻烦制造者。资通电军回击中共乱斗指控，只是凸显想要利用威逼压迫台湾民众的压霸心态。专家分析，赖总统13都发布国安17条，强军就公布疑似咱资通电军现役人员的资讯，想要来反制意味是真高。多少这样直接做一些回应，但这个回应强度我觉得还不至于是那么强，但是相对的，他是在说明他已经有能力针对我们相关人员的这种个资去做了解。专家认为，无论这4个人的个人资料是不是正确，各军拢应该提高警觉，重视强军可能搜查、渗透咱情报人员资讯的风险，加强相关人员安全的考虑，亲像利用其他的身份来暗号，也相信国军的情报监视力，也阁袂使忽视强军假假实实的舆论建设，才好度安稳民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来关心，前几天啊，强烈的风暴扫入去美国。在美国中南部有8州出现假烈风、沙尘暴、甲火烧山，灾情是真严重，造成至少有42个人死亡，而且有真侪人是有路无厝。也阁有拜2、拜3的时阵，也阁有另外一个风暴系统会侵蚀美中地区。暴风扫过了，规片的树仔丛拢互伊吹甲倒去，真侪厝拢变做平地。顶礼拜六，强烈的风暴侵袭美国，伫南部甲中南部8个州引起连根风、沙尘暴甲野火，灾情严重，超过40人死亡。We had a lot of tree damage, came down on our fence and our bird enclosure. We have a bunch of chickens and stuff. We're just basically helping people get trees off structures, driveways. Any kind of help they need, just stuff like that. We got the equipment to do it. 美国国家气象局统计，敢若顶礼拜5、拜62天就要到90件连根风，其中密苏里州13个人死亡上多，有真侪人是因为强风引起沙尘暴，看袂清楚发生车祸死亡，包括乔治亚、奥克拉荷马甲阿肯色州，拢宣布进入紧急状态。I think some of the immediate need will be making sure all the alert and warning systems are back in place. Should there be another storm that comes through, we're going to make sure to work closely with the mayor and his team. Mississippians in times like these step up and do what is necessary to take care of our friends and our neighbors, and that makes me proud to be a Mississippian. 前这边风暴所带来连根风警报已经解除，不过美国国家气象局讲，所来的几天也有另外一个风暴系统将会离开洛基山脉进入平原地区。拜2到拜3，包括堪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爱荷华州、威斯康星州甲密西根州，拢会拄到暴风雪等剧烈天气的威胁。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译。美国总统川普拜1的时阵，经过也门的武装团体青年运动，伊讲刷落来开的每一枪，拢爱算伫咧伊朗的头壳顶。有风声讲，伊朗伫咧背后支持青年运动。不过针对这个问题，伊朗是背甲离一离。也那美军对青年运动大规模的空袭，到今已经造成53个人死亡。自这么开始。青年运动开的每一枪，拢会算伫咧伊朗的武器甲领导阶层的头壳顶，伊朗将会被追究责任，并且承担后果。这个后果将会是真可怕的。美国总统川普发出严厉警告，讲伊朗竟是罗马恐怖分子的无辜受害者。抑国其实是背后的庄稼人提供钱、武器甲情报，被讲川普未放任这寡恐怖分子继续对上船发动攻击。Our message to Iran is you bet
better take this president seriously, and I think the Houthis learned that the hard way this past weekend. 17在也门的首都沙那，将在民众上街头示威，抗议美国甲以色列在此进程，伊朗已经讲因甲青年运动无关系。 ولكن الجحيم سيقع هو في الجحيم بإذن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الجحيم لك كما قال السيد لك الجحيم أيها المتغطرس أيها المستكبر 顶礼拜六，川普以青年运动对红海航运造成威胁为理由，对这个组织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包括富人人囡仔在内重大死伤。我甲大佬讲，除非青年运动先停手。 The initial wave of strikes hit over 30 targets at multiple locations, degrading a variety of Houthi capabilities. 青年运动为了要声援遭受以色列攻击的加沙走动的巴勒斯坦人，在红海几多边攻击美国甲其他国家的船。在进前，因就讲，因的战术24点钟久内，第二遍在红海北部对美国的航舰杜鲁门号，一个几多台军舰发射飞弹甲无人机的攻击。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 继续来关心乌克兰甲罗西亚的战争。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6日时阵宣布，甲武装部队的参谋总长换掉，希望会当加速解决。针对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停火协议，美国总统川普讲，18会甲罗西亚总统普丁来通电话。因那美国的中东特使认为讲，有机会伫咧几啊礼拜内来停战。 会议室内底，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甲官员咧开会。泽伦斯基16宣布，甲原本组武装部队参谋总长李维奇提职，和顿涅茨克部队指挥官格纳托夫接任，望借格纳托夫超过27档的军事经验，来加速军队的改革。 Бойовий хлопець і його завдання саме більше бойового досвіду наших бригад в плануванні операцій оборонних та наступальних, а також більш активна розбудова корпусної системи. 乌克兰军方伫今年7月表示，要甲军队为用力做基础的军事体制，改造更较大规模的军团体制，来改善长1000多公里的前线部队互相的协调，加紧决策的速度。针对俄战争停火协议，美国总统川普伫当地16暗时透露，会伫拜二甲俄罗斯总统普廷讲电话，有可能会讲到土地甲发展厂的问题。 We'll see if we have something to announce maybe by Tuesday. I'll be speaking to President Putin on Tuesday. And a lot of work's been done over the weekend. We want to see if we can bring that war to an end. 美国中东特使维克夫13甲普廷会谈了后，捌向媒体透露，普廷愿意接受川普对结束俄罗斯伫乌克兰战争的理念，表示需要满足关键的条件才当接受。另外，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西科向俄国媒体消息部表示，任何关于乌克兰的和平协议，另外确保北约国家排除乌克兰入会的可能，而且要求乌克兰保持中立。 为着协议停火，暂时乌克兰嘛承认已经撤出库斯克苏贾区的后勤中心，而且伫社群平台放出几多张上新的战地地图，证实俄军已经完全撤出苏贾区。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发布43国的限制旅游禁令。 因的公民嘛会全面去用禁止入境美国。南韩的外交部长赵瑞烈今仔日甲乌克兰外交部长通电话，讲到北韩政府的问题。伊强调讲，若是士兵本人有意愿，南韩政府愿意全部甲因带回来，而且提供相关的协助。来看德国汽车的制造商奥迪集团宣布，到2029年年底，会伫德国裁员裁7500个人。 执行长讲，奥迪会另外加强投资80亿的欧元来做电动车的转型。继续镜头转来咱国内，伫台中有一个负责人，15个时阵，伊带伊2个查某囝去西顿一间商场踅街，不过却是去互这个保全报案，讲因偷摕物件。警方甲这个母仔囝3个人带转去派出所，最后确定是误会一场。 那市长罗秀燕甲台中市警察局局长公开甲民众会师咧，嘛调查这警察执法的时阵，敢是有伤超过问题。市长妈妈替警察波波向你说声对不起，真的很抱歉。台中市长罗秀燕向5人食罪偷摕物件，找回警察局的这查某囡仔会师咧，讲警方执法无够小心细腻。另外，对侮辱民众的商场业者甲保全，伊认为有必要来检讨。成品公司跟这个保全公司
他们没有到现场进行查核就报案哈，那诬赖民众，那这个东西需要检讨，我们也会予以就责。15日下晡，维修者带2个查某囝到西屯区这间商场踅街，因为保全怀疑这个细汉查某囝偷摕嚟报警，伫商场内底，互警察抓来，随即带转去派出所。因过事后证实是保全无查证，就去报案，造成老母甲查某囝3个人深深受到创伤。代志过2天，警察局长也向因来核实的。对于现场处理的同仁，他们有没有疏失或者过当？警察局目前已经指派督察人员进行调查。抵达现场，一定要先确定有没有发生犯罪，才能进行事后的程序。警方讲，迄天来到现场的是3个警察甲2个训练生，会进行后续的侦处。维修者是讲，已经感受到警方甲市长的诚意。因为这件代志也真做教育囡仔上好的一课。不过对着迄个保全，敢若以一张后壁形状的相片，就指控伊的查某囝偷摕物件，伊也是感觉无法度接受。服务台打电话给他，然后楼管提供照片，这张照片，听警察说明是一张我的背影照。那你们也是利用这个背影照来抓我的。保全呢，因为过度的谨慎、过度的紧张啊，所以就导致反应上有点过度了啊，就直接跟警方去联系。未来这部分我们一定会跟保全公司再次的演练。商场讲会甲保全公司检讨突发代志处理的流程，不过维修者认为讲商场袂使甲责任全部归予保全，以往的当时对保全甲商场提出诬告，也有妨害自由甲妨害名誉，维护家己甲查某囝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屏东彰化发生一件抢劫案。伫万丹乡有一间有小姐坐台店头，因为坐台发生纠纷，去共讲店，对方为着要报复，竟然伫路边共开枪，造成5个人受伤。因为这个抢劫案，警方嘛已经在侦办。超车，车开到一半，头前雄雄传出枪声，民众惊甲赶紧翻头。屏东市水光南路17半暝要1点发生抢劫案，警方接到通报赶来封锁现场做采证，附近的居民拢惊到。有一台车噪音很大，然后后来又听到好多的枪声啊，我以为有人在放鞭炮。乌色轿车的窗仔车身一堆枪子孔。根据了解，开枪的是万丹乡一间薰酒店的人员。现场总共3个枪手，分别是手枪、步枪甲线大枪，总共开25枪。互开枪的是一间传播公司，有2台车互开枪，总共5个人受轻伤。抢劫了后，搭入去病院，目前由警方介护当中。传播小姐坐台之间发生的纠纷冲突，而引发双方人马在网络上口角叫嚣，进而引发这一起冲突。一群穿乌衫的人半暝摕棍仔讲歹薰酒店头前的货车，警方调查发现，抢劫案起因是薰酒店甲传播公司之间发生传播小姐坐台纠纷。伫抢劫案发生进前无到1点钟，传播公司人员才拄去薰酒店讲店。这台啊嘞，唔知啊，你警察一阵有都伫遐呢。他们在开晚上，我们不想跟他们在那个。因为薰酒店涉案人员拢还未到案，警方表示已经锁定涉案车辆甲特定的对象，当伫调沿路的监视器追查当中，嘛会展开大规模的查缉，针对治安热点等区域加强临检，希望赶紧破案。公司新闻陈环武、柯正准屏东报道。来关心这个意外消息，伫宜兰的大溪火车头甲四城这段，有一有一个查甫人，伊走落铁轨路，去互一台新自强号撞死。因为现场无监视器，这个死者的身份也无法度确认。因那这意外发生的原因也会调查。代替工作人员摕手电伫咧铁轨路测，因为252次新自强号伫宜兰大溪到四城车站这段，敢若弄到一个从滨高岛的查甫人，因为天正暗看袂啥清楚，这个查甫人的尸体找点外钟才找到。咱用8分啊，你无看啊？拄啊，头仔去吹，我唔知尾较前吹到啊，你呢？这件意外好真侪车踏伫咧滨高岛头前，除了252次新自强号顶头，差不多400位乘客行程受到影响，代替的车帮也受影响。因为代替全线一直到17透早差不多1点才解除封锁，总共影响10台次列车，延误285分钟。出代志的所在边拄好伫咧进行工程，这个查甫人是安怎走入来，抑个为什么走入来？警方抑个伫咧调查。铁路警察局花莲分局获报后，即派员赶往现场处理。因现场偏僻且能见度不佳，大体于23时03分方寻获。
因为代志发生的所在较偏僻，法官也无监视器，警方伫咧当地调查，希望先确定死者的身份。警方呼吁民众唔通为着方便入侵或者是跨过铁纪录，才袂发生危险。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在台南有一个查某人，伊咧洗婚书的时阵，发现有一个查甫人竟然咧个偷看，可以是惊一个。后来伊有报案，警方嘛有抓到这个查甫人，不过将基本敢若以社会特殊医护法，甲伊罚3000块，互这个受害者是无法度接受。律师就解释讲，按目前的规定，嫌犯若是无使用任何摄影的设备，都袂当用刑法来处理。监视器翕到一个青婚的查甫人，半暝出现伫咧南区的一搭社区，佮打起哩汽车的引擎挂，偷看当咧洗身躯的女性。查甫人发现嘛随报警，警方甲嫌犯抓起来，落尾算是用社会特殊危害法开罚3000块。由于本案未透过工具窥视，不构成刑法妨碍秘密罪，本分举罪于3月14日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裁罚新台币3000元。不离个受害女性也是气喘喘，认为这个事件致使伊神经拢白暗暗，造心甲需要去看身心科。其他女性民众对这个处罚嘛无法度接受。在睡觉的时候，一旦熄灯，我听到声响，我就会有点紧张，然后会担心说，是不是有人在附近怎么样之类的，对别人造成心理上的伤，罚那么轻的话，没有办法很有效的遏制这样子的行为再次发生。好像没有站在被害者身上去着想，反而是加害者好像能够食髓知味的感觉，这样太轻了，这样会让有心犯罪的人觉得犯罪的成本很低。事实上，警方调监视器，确认这个查甫人不是初犯，也毋过根据现行的法规，若嫌犯敢若用目睭看，无使用任何摄影工具也是设备，就无算讲违反刑法的窥视罪，敢若会当以社会特殊危害法开罚。充其量只能够依照社会秩序维护法来处以罚款。另外这边呢也建议被害人可以依照民事侵权行为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来请求行为人负担损害赔偿之责任。这个案件致使受害者心理有真大的创伤，也事件发生的社区，当地里长为了防止类似的案件搁再发生，表示会加强社区的巡逻甲宣导，加强保障女性的骑街安全。公司新闻综合报道。这电钱敢是有要起价的？电价审议委员会月底就要举行啊，会来决定4月份电钱的价销。因为台电到去年年底累积已经了4000多亿，报补的预算搁去互立法院抬掉。即马就有风声讲，台电希望会当起电钱，用电330度以下徛家甲店头嘛拢爱起价。安尼算算的，一般家庭一个月电钱可能会加100多块。这礼拜会开市场电价会展会，讨论国内4月上新电价方案。况且这摆电价调整对象可能锁定长期一直保起电价民生主体甲小店头。你较早一个便当50-60块，即摆拢100几块，啊你要起就起啊，无安怎？啊你卖8钱，你就较委屈的啊。如果要降低自己的消费，就只能减少用电。我们老百姓说实在没办法。没有，无能为力啦。台电是成本结构，目前看起来成本还是比售价高啊，所以台电应该还是会产生亏损啊。必须要把我们的成本资料，我们整个盈亏的状况就呈给委员会，在委员会上做报告。况且台电提出的方案为减少了钱，那这一摆民生用电电价调悬到2004年的水准，主体用电零到120度以内，下季甲非下季用电为即卖每度1.68块，调悬到2.1块。那是111度到330度，敢若是下季用电，收费每度2.45起到2.73块。以一户家庭非下季每月用电330度来算，因讲是一个月就增加103.95块，一年加起出超过1000字。我会在会中尽量的把那330度以下的一般用户，就是最底层的那用户，是不是还能够在控涨的范围内？会中大家再来讨论。台电可能要有所谓的配套措施，去告诉这些小商家，他是不是引导他们去走向所谓的时间电价？因为国内工业用电已经真侪摆起价，按算即摆调幅有限，按过用电价公式来看，每一摆起的幅度上限是3%，转年2摆起的上限是6%，起的幅度是不是会破坏电价公式的上限？还要等电价审议会来决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南非内政委员会审查纪念日甲实施条例草案，昨夜立委提案，希望会当恢复劳工7日的假期。不过，内政部长刘世峰讲，顶一个会期的公听会，专家、学者甲立委并无共识，应该爱个好好来讨论。台湾去年劳工年总工时达到2000块30点钟，伫亚洲今日排伫新加坡的后边，正做劳团眼中的过劳之岛。国民党立委力推刑假和民众恢复劳工7日假，列为这个会期优先的法案。内政委员会8日早起排审纪念日甲实施条例草案，总共即有26个立委提案，上少增加1日，上多是9日。台湾人的工时太长。第二个，行宪纪念日绝对有必要恢复。纪念日及节日实施办法缺乏法律保障，导致放假标准不一致。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提出823纪念日放假，提醒台湾人是伫战争甲和平的关键时刻。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是提案增加关注民族日，不过内政部指出，全年放假日搁加上1礼拜休2天，一年会有115到116日放假，已经是国家共识。部长刘世峰也表态，所看下产品伤过大，无希望凊彩立法。如果没有很大共识仓促入法的话，恐怕会造成比较多的疑虑。就这个意义价值得到共识之后，那我们再去处理要怎么来纪念或放假，放假只是形式之一而已。刘世峰强调，7日假不是一个真正的议题，顶一会期公听会无共识，而且牵涉劳动关系改善。国内目前除了劳动节、军人节甲原住民岁时节日等特定身份以外，其他全国纪念日甲节日放假已经是拢差不多同款。建议经自社会共识了后，搁再规划。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政治消息来看，总统赖清德昨昏出席玉山论坛，伊强调台湾会继续深化甲国际合作，而且甲民主动派做伙强化飞航供应链。另外，南非外交部伫无通知台湾的情形之下，都甲官方网站台北联络代表处改名，改做是台北商务办事处，直接甲伊降级。咱的外交部嘛是随向南非来大声表达抗议。第8届玉山论坛17进行，主要是总统赖清德伫咧推测智慧国家2.0的政策环境。今年扩大邀请新南向伙伴，也个理念共款的国家。也配合综合外交，强调台湾甲印太一个世界连接的重要。Today's Taiwan celebrates not only the democratic achievements that are recogniz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ut also our strength in the semiconductor and tech industries, which enable us to play a key role in restructuring global democratic supply chains and economic order。赖总统表示，台湾的产业将会自过去的西进南向北合，进一步看过太平洋，东渡到美洲，一个全世界各地，强化飞航供应链一个思维团结，真侪国家拢有响应。True friends need to stick together, and Taiwan belongs to our family of democracies.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and therefore oppose any attempt by China to annex Taiwan. I personally, and all freedom-loving people in my country and across the European Union, will always support the right of your democracy to determine its own future. Our mission is to pass on the ties between Japan and Taiwan to future generations. In Taiwanese,台湾有代志，日本有代志。不过，中国继续打压咱国的国际空间，咱自南非代表处和南非要求，第3个月进前爱搬出首都。即马16个团讲，南非伫咧因的官网顶头，甲台北联络代表处改名做台北商务办事处，同时是放伫咧国际组织驻南非的名单内面。对此，南方严正的抗议。我南非代表处被迫改名呢，我们还在持续努力吗？还是要月底就要搬了？林佳龙部长已立即指示亚非斯与我国驻南非代表处分别向南非联络办事处及其外交部严正抗议。外交部伫第一时间制度点着应变小组应用，
强调未接受南非政府片面违反双边协议的立场。目前正继续秉持对等一个尊严的原则，甲南非政府沟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为着要反制大罢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甲南洋的立委伫立法院宣誓，讲要推动反戒严、反废死的公投。而且因阁批评罗总统，讲伊宣布中国是境外敌对势力，造成两方进入准备要战争的关系。不过，民进党团总召集人郭建平批评讲，推动公投根本是在欺骗社会。反戒严，反戒严，还权于民，还权于民。大声话口号，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带南洋立委伫立法院议场头前举行记者会，宣示推动反戒严甲反废死公投，要反制大罢免潮，话声要诉诸各国大的民主反对实际废死，互政治无法度成长。佮批评总统赖清德家己宣布对华是敌对势力，互两华政治兵凶战危的关系。可以因为一人的决定就可以进行宣布，对岸为敌对势力，让两岸进入了一个兵凶战危、准战争的关系。总统宣布了这个赖17条之后，就包括要恢复这个军事审判，还有两岸关系现在看起来是一刀切，两边看起来是非常这个紧绷。总统跟执政团队应该有责任跟我们台湾的民众多沟通的同时，也要把它说明清楚。是毋是支持南洋推动反戒严公投？民众党团无将话讲死，毋过表态会支持反废死公投。毋过民进党团谴责朱立伦用党主席身份到议场门口开记者会，佮强调南洋推动公投，敢若会加速南非被罢免的态势。国民党一骗再骗，绝对灭顶，骗反废死，骗反戒严，请到你们中央党部去做自己的告别式，一场。是一个很中立严肃的民主的堡垒。大罢免目前总共有35家泛蓝定下立委进入第2阶段联署，那也毋能推动2项公投，希望重设战场。面对定下15已经启动下乡宣讲，那也规划20开始要进行全台8场政策说明会，向民众说明总有3甲在违法的修法关键，希望用伫大罢免条之下还手为攻。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在地上大条，咱要来看伫高雄小港临海产业园区，才会发现有柑仔色的烟是一直冲出来。高雄市环保局去稽查发现，讲是中石化公司排放的。迄当阵风是吹向海边，所以空气品质的监测有达到标准。不过环保局要是会甲伊开罚单。这侪人传的吼，也拢徛过的人，拢会跑出来啦。居民比着手机内底空污画面，讲昨日下晡中石化就是称这款柑仔色的烟。同一个时间，环保局 AI 监视系统随通知有无正常的排烟状况。工厂一直清出柑仔色的烟，因派人去现场了解监测，发现是中石化的环境通过制定设备异常，空污防治设备无正常运作，才会排放这款柑仔色的氮氧化物。氮氧化物在高浓度下为有刺激性的气体，那环保局立即派员进行稽查，也到下风处进行环境的监测，那相关检测数据均符合空瓶标准。加在这场空污事件大约1点41分就恢复正常，不过有真侪居民唔是唔知，就是看到网络人讲才知。居民讲，拢无人甲因讲发生啥物代志，敢要做啥物款的预防措施？尤其看到这款柑仔色的烟，是毋是有毒？敢会爆炸？互因是愈想愈惊。拢无听到。都没有广播，爱惊吼。加减的污染啦，对家的身体健康多少会影响啊。对啊，感觉足恐怖，对啊，你啊爆炸起来，真正大家都迄落啊，走袂离啊。唔知有毒啊无吼？有，嘛是徛伫大南部就是足可怜的啦。环保局强调，意外发生的事是透北风，污染物主要是吹对海面去，即时的空气品质监测也拢符合标准。不过因为中石化小工厂无做好相关的设备运作管理，会按照空污防治法处罚，相关会当罚到2000万。记者柯家朱朝阳高雄场报道。有关交通的消息，伫高雄市的五福渔船去年才重新改造过，前2天所发生一个日本游客。伊行伫咧人行道的，说是去互车弄甲重伤的意外。去用即支讲，快车道甲人行道之间的路沿桥伤低，安全性无够。即马交通局讲要增加护栏，毋过毛民众感觉讲，甲人行道甲快车道设做伙，本地都袂通啊。车
溪顶一道，民众看看为人行道行过路口。高雄市中华5号医院伫去年中经过改造，伫医院的内规设人行道。不过这人行道的边仔都是快车道，煞干来用一撮 AA 的路沿就加开。15发生车祸意外了后，各界开始思考，这款的措施敢有欠点？希望交通局即摆按算要增加栏杆，不过民众有无同款的看法？路缘时的一个区隔。那本府公务局也在评估设置栏杆，来提升对于行人的保护及安全。你放慢，你应该就都可以注意到前方的任何的行人，或者是比较临时有状况都可以有反应。那我觉得加装栅栏，我觉得有一定的高度会是更好的。你开车无守规矩，人行路嘛无守规矩，你用伤侪物件无法度啦，还是法治教育啦，我是安尼啦，真的啦。人吼。加几分钟行边仔的路啊，你较安全。民众认为，甲人行道甲快车道做规造根本就袂通。另外，有民众反映，医权瓦百货公司这边的人行道，哪像欠一支行人专用的青红灯。咱实际伫现场看，因为找无要看倒一支号志过路，有民众是红灯嘛在行。这一段少了一个行人的号志灯，因为机车这里直接右转的话，如果行人刚好在走的话，很容易直接撞。交通局强调，医权改造了后，人甲铁马拢会当直接通过路口，行车动线简化，交通事故至少减少20%。不过，现在民众对人行道的安全性有质疑，因也赶紧来建议改善。记者柯家祖、柯兆勇、高雄场报道。电影上头来看阿里山乡农会会在三小班，因有正百合花，而且已经超过30年啊。5年前因成立百合花的合作社来营销。这个合作社一个月产量唔有10万至12万支，嘛是全台湾规年烫天拢咧生产百合花所在。下落的水经过加热了后，花农准备要用这个清气替土来消毒。阿里山的百合花合作社用这种方式减少土壤内底的病虫害，维持百合花的产量甲品质。同一作物啊，一直种的话，都我都。会得病会感染，所以迄个产值会无好，所以我会开用土壤蒸汽消毒，是因为要让咱的土地的土会使卖有连作的障碍。这个百合花合作社种植的面积计共有4.6公顷，有30多种的品种。合作社表示，不管是热天还是寒天，阿里山的温度拢真适合百合花生长，所以这百合花真速贵会当开花。夏天这边的均温大概就是10到20度，晚上。虽然白天会热一点点，但冬天这里又不会到太低，就是他们10度下或是5度下的那段时间比较没有那么的长，对，所以我们才可以4季都可以生产百合这样。很好啊，很好。这个可以多几瓣嘛，因为我们游客来的话，阿里山没有花，这边有花。合作社目前种出来的花，大部分拢是交拍卖市场较济，即摆有少年农民回来合作，按照要为批发的转型。豆豆建议阿里山百合花的品牌，和阿里山低温的经济作物，除了有品质好的高山地甲咖啡以外，未来会当阁增加百合花这项特产。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咱台湾布袋戏的国宝李天乐，在1970年代，伊捌教一阵法国的徒弟啊。最近在法国，因透过布袋戏的工作坊甲研讨会，甲一捌甲李天乐有交流的学生找倒来，甲大家做伙来交流甲分享咱台湾布袋戏伫咧法国产生什么款的影响？研讨会当时啊是一件真奇妙的代志。事实上，自1970年代，有一群法国学生来到台湾参咱的国宝李天乐学布袋戏。李天乐是台湾布袋戏团一完整的创办人，是完整系统的开基组，海内外拢有徒弟，在台湾有真重要的地位。1970年代，李天乐捌教过一群法国的徒弟，像讲大徒弟班任路在1974年创立小完整剧团，唔能和布袋戏在法国真受欢迎，嘛行遍世界80几个国家去表演。他不要我一直演台湾布袋戏，因为说你不是台湾人，你法国有很多故事可以讲，所以你要自己做你的戏。所以我运气很好，因为他是一个传统的老师，不过他很开放的人。这届在台湾舞戏馆和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规划的研讨会，唔那班任都有来分享。另外一位在2006年和李天乐大汉后生但是红拜师学嘅6年法国人女士嘛来参与，教他继续用现代方式和女性的观点来开创布袋戏艺术。C'est marrant de m'apprendre ça parce que c'est un personnage qui a été soumis vraiment à quelque chose d'un changement physique de l'ordre du corset, etc., une transformation physique douloureuse. Mais on me l'apprend aujourd'hui à moi, une femme libérée. Et donc il y a quelque chose d'intéressant, je trouve, dans cet échange des cultures et des époques.
台湾本地戏和法国的缘分高达50几年，嘛进一步带动法国红仔戏演出的技巧和方式的创新。另外，台办公戏馆嘛用体验工作坊，让民众来学本地戏的脚步手路。有民众表示，像法国传统的红仔戏技术，嘛碰到观众流失的问题。看到本地戏有路的技巧，嘛可以找到未来的希望。Que nous en France, on a un peu perdu avec Guignol, avec la marionnette en France, où on doit de nouveau faire vivre cette culture-là, et c'est un enjeu. Et là, de comparer, ça donne pour nous, pour les marionnettistes en France, un très grand espoir. 民众表示，这届交流唔能让因了解法国的红仔戏安怎受到本地戏的影响，嘛让因有新的思考，认为台湾本地戏会当让法国的红仔戏有新的生命。记者卢尚如、林晓凯，法国巴黎报道。投入出版业已经超过40年的上基文化创办人陈兆基，以70岁开始做绘本，最近各出2本新的台语绘本，来讲宜兰在地故事，希望当透过绘本的力量来推广台语的文化。阿公，我有听到海燕的声，眠床伫倒位？这是海墘啊，哪有眠床？阿公带查某孙去到厝外海墘仔找所在困，这是故事原创者陈阿月细汉的日常。眠床伫倒位原本是一本散文，由上基文化出版社创办人陈兆基替原本的故事增添一寡在地文情和在地人情味。陈阿月也表示，这寡故事拢是伊过去的生活记忆，希望透过绘本帮助囡仔了解身躯边的文化。一个人无家己的文化的根，都唔知影家己是虾米人。所以呢，我就朝向爱甲囡仔讲真实的在台湾土地的故事。那伫咱这个土地就从家己父母鼓励父母为家己讲起。绘本的作者也就是出版社的创办人陈兆基，因为常常讲故事给查某孙听，并且重新把创作绘本的初心找回来。这是伊头届用台文创作，除了《眠床伫倒位》这本台语绘本，这届也出版《红门仔沙帖》华语绘本，是咧讲盐的故事。陈兆基讲，希望透过2本绘本，帮助囡仔认捌家己的生活日常，佮有台湾这片土地。用绘本的这个方式然后甲咱地方这个较有地方味的这个内容，甲变成讲一个绘本的方式，来互这个囡仔当接近，来推广这个台语文化呢。陈兆基表示，伊希望家己会使甲讲故事的快乐心情分享给更较侪人，也来陈定南教育基金会董事蔡惠玉长期伫英国驻心推广台湾母语文化，即届也特别买100本台语绘本，按算早转去英国。伊希望甲传承台湾文化的力量延续落去，传到国外。记者张家佳、谢桂玲宜兰报道。伫秘鲁有一个渔民，去年出海掠鱼仔，全咧无转来，想不到伊伫海顶漂流95天。为着要活命，伊食海龟、食家蛇嘛食鸟啊。其中还佫有半个月时间，干那啉雨水。落尾手即马总算是去互救回来，甲厝内人团圆啊。降落船的迄一刻，秘鲁掠鱼人哪怕总算确认家己平安回来，甲亲人当作回扣。He sido que me ha dado otra oportunidad, mi Dios lindo. ¿Cómo han sido todos estos días para usted, señor? Para mí fue algo, pero estaba con él, yo no quería morir. 95 días y llegó a comer cucaracha, pájaro. 61岁纳帕去年12月初7为秘鲁南部沿海小镇马克纳出海掠鱼，本来按算2礼拜，佮准备好所有的食物，啊，不过11了后拄着暴风雨，将伊船带离航线，最后是伫太平洋顶端漂流，而且船顶食物件愈来愈少，甲能接船顶的雨水甲任何用食物件维持生命。Últimos 15 días, agradezco a Dios, después yo voy a hablar, por favor, quiero estar con mi familia. 伊妈妈甲记者讲，后生失踪这段期间，虽然心情保持乐观，但不过已经开始失去希望。亲人通报失联，但过海上巡逻队一直无找到人，一直到12，一只厄瓜多的巡逻船才伫离海岸1094公里的所在发现，迄个时阵已经脱水，情形危急。哪怕求生的意志是因为对妈妈甲亲人的思念，包含伊2个月大的查某孙，因为伊伫海上漂流这段期间生日已经过啊，即马亲人拍算为庆祝生日，也庆祝搁活落来。公司新闻恩文林朋友。天气报你知，咱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
北部地区上低11度，上悬17度。中部地区上低11度，上悬19度。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1度。东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18度。咱来看外岛地区7度至18度。这两天天气也是真冷，提醒民众都要穿好少。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尼，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